皇上拿出一包鹤顶红药宠妃毒害挚爱，以此来证明甄嬛对自己毫无二心。朕若是老十七，也会心甘情愿地带你亲手调制的毒酒，一切朕都安排好了。朕等你的好消息。而皇上还给甄嬛画了一张大饼，只要事成之后，六皇子就是大清未来的太子。显然老四这是用孩子逼甄嬛做出抉择，他们3年未见，那种牵挂之情自然会溢于言表。假如果郡王一直在边关不回京城，也不会走到和甄嬛阴阳两隔的地步。原来密探从王府中发现大量证据，于是皇上立刻下旨骗他回京述职。你告诉朕一句实话，你跟熹贵妃有没有勾结之事？面对皇兄这样赤裸裸的盘问，他只好装作醉酒，假装没有听到。而果郡王每次在家书中提到甄嬛，就是为了制造自己单相思的假象，唯有这样，他才能更好的保护挚爱。他也知道皇上非常在意甄嬛的名节，所以他这是用生命来帮爱人开脱。还有一个皇上要杀果郡王的理由，则是果郡王在镇守边疆时功勋卓著。虽然他与将士们同吃同住，深得人心，但在多疑的皇上看来是在笼络属下。以上2点让老四终于下定了决心。当果郡王看到公公拿来的酒壶时，他便猜到生命已经走到了节点，而甄嬛的表情也说明了一切。同时，果郡王妃和世子也被皇上接到皇宫。不过，甄嬛宁可喝下毒酒，也不愿看到挚爱死在自己手里。然而，果郡王却以封大为由骗甄嬛关窗户，又趁对方不注意时偷偷换了杯中酒。接着，他说今生最后悔的事，莫过于在凌云峰没能带爱人远走他方。而甄嬛何尝不想跟着挚爱浪迹天涯？可惜，一家老小的生命攥在皇上手里。当他们喝下杯中酒，回忆昨日往昔时，那一幕幕的场景如同刚刚发生一样。曾经我们在小船里萌发爱意，又在大殿内，一人吹着玉笛，一人在翩翩起舞。再到凌云峰，我们许下山盟海誓。可绝望的是，所有美好都是一场梦而已。如果我不在，你会善待云烟吗？当然，如果换作是你也会的。话音刚落，只见果郡王喷出一口鲜血，甄嬛这才意识到他互换了杯中酒。而果郡王知道皇上绝不会放过他们，只有自己离开，才能保住爱人一命。此刻，心如刀绞的甄嬛伤心欲绝。这杯酒若真是你递给我的，那是你选择了保护自己。嬛儿，从今以后，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。他本想告诉挚爱龙凤胎的秘密，怎料果郡王却永远离开了甄嬛。可皇上为了隐瞒真相，便下旨密不发丧。当浣碧看到果郡王已经去往天堂，她毫不犹豫地选择跟随丈夫而去。王爷，别丢下我！此刻的甄嬛不理解皇上为何如此绝情，直到苏培盛道明原委后，甄嬛才理解果郡王书信的含义和老四痛下杀手的原因。随着挚爱和二妹相继离开，甄嬛对皇上的情谊也变得荡然无存，而另一个对果郡王情深意重的女人也开始了屠龙计划。皇上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的叨叨个人姓